台南认到一间透天的，今日半暝点外就火烧，家在民众拢会扶走，无人伤亡。不过这厝主是怀疑讲有人甲因牵汽油弹火吊壳当咧调查。也若是高雄公司嘛，那像是有人家厝的地下室去放放火，无就是发现讲有一个无住伫咧遐的查甫人入去内底烧金纸，警方已经将恶成分当咧追查。 消防员经由水线拍火，这位伫台南林德区的透天厝2楼一直着火，半暝1点外通报火警了后，民众赶紧逃生。厝主怀疑火灾是放弹汽油弹，有听到有人丢东西进来啦，那随即也闻到有汽油的味道，那是屋主本人说的。 暂时火调人员倒来现场采证，初步怀疑起火点是伫咧2楼头前的房间，徛好即是非常的低调。可能还要进一步调查后才能够完全理清汽油的味道嘛？这一部分还要再找找看。敢是因为放火，搁要深入调查，有可能防放火烧厝的状况嘛发生伫咧高雄公山区。20号下晡，这名骑脚踏车的男子，毋是当地骑户，所入去其中一间地下室来烧金纸，引发火警，当场互附近的民众看到。 不是那边的住户，他应该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他从里面出来的。连近民众讲，家在伊烧金纸的时阵，互发现通报，才无造成更大的伤害。那个人在做什么？啊，后来他后期有事情去后面出来的时候，他看他已经点燃了。哦，那时候他就有看到他手上拿着镜子跟打火机。对对对对。本案警方已于3月20日晚间将刘贤居提到案。 入去别人的厝内烧金纸，警方除了了解男子的动机，嘛会按照涉犯公共危险罪，甲人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网刘婷丹、hen坤台南高雄报道。